台湾的薪水谈不到经济成长，也1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研究向观众表示，佢哋当销最专业1万元的水团，研究所独立。也去做事，大部分员工2个到22K，相对很难出问题呢。我是黄欣雅，还在就读台科大工业设计研究所的期间，我与思雨、纯奇、宜山于2013年参加了一个结合设计与工艺的工作营，才发现习艺是台湾一门特殊的工艺，但是传承的人非常少。于是我们便致力于运用我们的设计能力，结合传统习工艺，创造出一些新的产品。2年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生活品牌 Wu Collective。希望透过使用锡这样的一种材质，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日常器物，将使用锡器这样的一个文化再次带入一般人的生活中。今年我们推出了新品，使用锡做的浪云纯酒器系列，是运用锡可以净化水质，使酒更滑顺的特殊性质设计出的醒酒器具。目标是在募资平台上达到100万的成绩，让更多人认识并喜爱我们的产品。我觉得创业就是自我实践与自我挑战的一种方式。2016 4月20日，第4年的4日，係台灣文博會舉辦嘅日嚟，也係台灣文創嘅1年1度嘅大事。對眾多新創設計品牌來講，係那係本人看到嘅好機會。黃欣雅、賴思怡還有陳宜山，喺去年創立嘅 Wu Collective 一個設計品牌，今年未參加嘅一場盛會。不過，佢哋除咗要宣傳自家各類設計產品以外，其實還有係那重要嘅目的咯。我们现在在文博会的展览，然后主要是会有我们今年最新品的介绍。那主要是主打纯酒系列，因为用锡的材质可以让酒变得更香醇浓厚。那所以在文博会现场，我们还有提供试喝的服务。然后因为这次的新品其实是还没有正式的进入量产，所以是希望透过台湾的发营利募资平台，然后可以让大家来就是协助我们完成这个新品的整个研发，然后正式的量产曝光这样。簡單來講，就係希望尋到新產品做得正經開始量產嘅幾條錢，韓國目標就係100萬。不過設計對台灣人來講，還冇按到年底，故所佢哋還有免費試飲嘅發通，一隻創意正經就想嚟動到想來試新東西嘅人。不過其實大家知道係那神奇嘅係，設計本來有乜嘅神奇嘅特性，竟然做得本酒變到係那香醇，係那好落嘴呢？因為锡它其實是多毛孔金屬，所以它可以吸附水面的雜味，所以它會把那種清酒很辣或是很苦澀的味道，對，濾掉，所以你可以喝到裡面米香的層次這樣子。对，然後這個是锡蒸，對，然後主要是因為锡本身它是有一種可以淨化水質，然後讓酒喝起來可以口感更香醇。然後就是只要把它放在杯子裡面，就有這樣子的效果。所以你们这些其实就是说酒冲进去，对不对？然后它就会螺旋的这样子，然后会像瀑布的方式流下来。因为传统红酒、醒酒基本上就是跟空气接触，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跟空气接触外，再加上锡的效果，然后这样子流下去，流完之后你就把它拿起来，然后要把它倒出来就可以。其實錫本身嘅殺權、氰化嘅特性，早喺4年前3700年就本中國嘅老祖先用啲醬帶轉做氰化水質嘅好東西咧。Wu 一擺就加定錫嘅氰化功能，開發出新嘅創意用途，咪希望本大家認識錫一個黑少年啲嘅好東西。不過實際效果有好冇，係喺度談一下現場試飲嘅民眾用嚟講，真要準信。當地的比較辣的，這邊沒那麼辣。滑順，容易喝下去之後，比較容易感覺它殘留在嘴巴裡面的味道。比較有，就是有層次、有
比较稀一点，然后味道都比较出不来。我会觉得蛮不错的，会有想买，因为它会让我比较能愉悦的享受喝酒这件事情，然后又不会去挑酒种。对，因为其他喝酒的时候的那个口感的变化是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希望说大家自己亲自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体会一下，对。大家的回馈也的确是，就是哇，真的就是那个表情，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大家是真的有感觉到这个的不一样，对，然后就觉得有达到我们的宣传效果，就还蛮开心的。看来酒真经係變到下學落載咧，呢本寫嘅神奇魔力，以非常地位變做大家討論嘅話題。一種本產品一個講法嘅策略，唔但將本物一擺新品發表得到大家嘅注意。4日募資嘅結果超過了30萬，對規則團隊嘅士氣有動態嘅幫助哦。因为像我们真的在设计或者在创作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埋头苦干，久了以后就觉得好像跟大家有点脱节，然后就到展场会蛮多人就说，你们东西还蛮漂亮的啊，我蛮喜欢你们的产品的时候，就会觉得有被鼓励到吧，蛮开心的。这几天就是 FB 多了很多新朋友，因为大家都太热情了，然后就会说，那我们来交换给 FB， 然后保持联络这样子。所以是每一次展出就是增加了更多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一直持续的关注我们，然后觉得很开心。按成功嘅宣傳，還有3成嘅募資達成率。雖然講大家慶祝，不過沙限咗唔得歡喜到按做哦。認真展覽結束過後，2週年募資發通，未愛正式開始咧。遊戲嘅規則就係親民募資目標100萬，希望做到就擘眼都冇咧。無數按樣嘅第60年以內，然後存到嘅7成募資完成，就係團隊真正要面對嘅挑戰。所以募资怎么样呢？今天早上其实有看一下，就还不错。所以其实周末也没有想象中的差，对不对？对啊，就可能应该还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出去玩吧，还是有些人在家滑手机。对啊，应该是吧。當你來到工作室第一個話題，當然就會先關心募資平台上過清醒嘅進度。接下來就會討論後輩嘅對策。3個創業嘅好姊妹，要做出本好13年嘅工作，還有責任。对，我們3個人分工都不一樣。先講我可能有點困難。先講，因為我應該是他們2個分工完的，剩下的都是我。我的話，我主要負責就是所有設計的部分吧，還有產品生產製造的部分都是我這樣子。對，我的話主要就是負責產品的通路嘛，國內的通路、募資的專案，然後就是要跟很多方的聯繫這樣。然後剩下的所有想得到的雜事就是我，就是會有很多雜七雜八的不同的公司的事情，雜項都是我在做這樣子。大家都有自家愛負責嘅事情，本務嘅執行力未做得閒一份錢來行。不過第3啥做得調控下，韓國先用社企來創業，其實唔係做就計劃好嘅，是喺啲2012年新亞還有4億。韓地圖台科大工業設計研究所期間參加嘅一項計劃，讓本記者第一擺接觸到社人文工藝。最一開始是因為我們是在台科大念研究所的時候，然後我們參加了一個政府的計劃案，然後那個計劃案叫做公益新趣，2到5個人之間的團隊，然後去找國家認證的工藝師，然後跟老師講好，然後學生可以跟老師學一些傳統的工藝，然後學生再自己做一些新的產品出來，這樣子。然後我們就覺得說，我們這次要玩的話，應該是可以找一個可能大家對這個東西很陌生，但是它其實是很需要一些新的什麼東西進去結合，這樣子。後來發現100多位工藝師裡面，只有1位是做席的師傅。然後就是陳萬能先生這樣子，然後那個時候就決定要選這個工藝，所以那個是一切的起點這樣。社企啲老台灣一直看到，從動到擺野嘅時節，會用到嘅東西都係用石嚟做嘅。
伫清朝米期民国初期家下，彰化鹿港还有一条大石街咧。记得去抢高嘅陈万年先生，就是鹿港石米世家出世，还是得到国家工艺成就奖嘅各国级大使哦。不过跳跳下，记得拜师嘅过程无嘛顺利。那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们3个女生下去，老师就说他拒绝了很多这种就是类似像这种计划案来的学生，因为他觉得我们就是设计系的，然后来蜻蜓点水一下，然后也不是真正的学徒，然后又可能加上我们是3个女生，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洗很烫啊，然后他就说他的那个溶洗都会烫到手啊，然后烫破裤子啊，就是说你们女生做不来啊什么的，就是又一直用这些话，就是想要让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打退堂鼓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已经研究很久了，所以我们就是觉得一定要拜托到老师答应不可这样子。那我们就下去找老师也蛮多次的，然后每一次都精心准备，就是一定要去找到新竹最好吃的贡丸这样子。然后我这个人台中最好吃的什么，台北最好吃的什么，就每次去又带不一样的这样子。然后我想大概也很少团队就是真的会这样子烦老师烦那么久。对啊，所以老师最后就答应了这样子。总算得到大使嘅答应咧，2、3要开始咧几年到礼拜6日都会走去鹿港学习嘅过程，除咗先基本嘅石米工法开始打基础，天天咧卡熟落过后，2、3总算做得开始发挥创作力，搞出新嘅花样。那时候老师在台中帮我们开的那个课，其实就是做这个香炉，这个是上课练习的作品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包含很多基本的焊接，然后错修，然后冷锻等等的那种工法在这个里面。对，然后因为我们知道锡是非常柔软的金属，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我们就是来试玩一些可以被弯折的花器这样子。像这个纹路就是从板材这样子灌注出来的，也是有一点从窗花的概念来的。对。就我们那时候其实就玩了很多一些就是物理上面的，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的功法这样子，就觉得很好玩啊，很像在做科学实验，对的感觉这样子。这样是记得，任何一项水彩自家发表的创意，就係留秒度分享嘅色还有美思，都變到現代生活裏面地位。冇想到，也以呢啲嘅作品，竟然被記到喺2014年代，韓本人邀請到法國參加巴黎假斯球規展呢。歐洲人好像對我們東西還蠻有興趣，就是尤其是可能是精工設計相關，他就會問說：你們這個紋路怎麼做的啊？或者你們這個顏色怎麼上的啊？因為他們可能就會有個既定的，就是工藝的做法。這樣，然後當然聽完我們解釋的時候，就我們說可能是煙燻啊，然後這個是怎麼樣，他們就會很驚訝，然後說就是從來就沒有看過，就是可能是市面上沒有人這樣做過。然後我們的花瓶就是有味道這件事情，他們會覺得很驚訝這樣子。甚至就是有一個設計師，然後他聽完我們講，他就說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這樣就是說他覺得我們做得很棒什麼之類的。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興奮，就覺得說哇，就是好像我們做的東西其實是大家會蠻 appreciate 這樣子。雖然說沒有談到什麼生意啊，因為這個根本還沒準備好，但是就覺得受到很多鼓勵，然後就覺得說，這個說不定有一些市場。因為後來我們回來的時候，就有蠻多國外的媒體就會希望可以報道我們什麼之類的，對。然後我們就覺得說，那我們其實可以試試看。巴黎參展一擺就不能注意到，新亞還有詩意，讓正經開始去思考，去創業麼？成立一家社區品牌一件事情。不過這樣時，記得還係啲學校圖書嘅研究生，種下生產創作議題，請係看到一集本大家都知道，寥寥少少嘅味素。學生嘅創業本單就無限改，這樣是限啲台科大圖書嘅生涯還有詩意，變到比一般學生創業團隊有很啊辛苦嘅過程。因為眼前一條紅嚕嚕嘅行路，就會記到這樣是輕無簡單將佔到嘅創業議題。盤子啊，敲敲打打會在這裡，然後可能要融化那個錫原料也是在這裡，然後做後加工也是在這邊這樣子，然後折包裝盒啊之類的都會在這裡這樣子。
说不定还有我们的那个血是那个卡在这里。对，你最常做的就这2个位置。对，都是在这里。这边敲打啦，要不然就在这边。对啊，然后不然就是那个里面冷气打开，然后把门打开一点点，因为实在太热。对。那一段时间呢，这几乎是他们专属的一个办公室兼工厂兼工作室。每次我下来经过的时候，就看到新雅或者是其他的同学在帮忙，在那边敲打。24小时在这边，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跟我们抢位置。对啊，我就说刚开始会觉得他们很认真，在这边呢又创业，然后又工作。可是久了以后呢，就是会有一些反应出来，然后才会发觉说，对啊，每次来都是他们的东西这样。那因为我是信雅的指导老师嘛，所以变得就是很不好意思，我就要去跟信雅讲。但是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创业维艰哦，所以我心里想说，学校应该要支持学生创业。可是制造噪音这个是事实，我印象中记得应该是系上跟我提了第3次，那我跟信雅也讲了第3次，好像有给他下个最后通牒，说什么时候之前，你应该要换个场地啦，还是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然后讲有一点抱歉啊，真的对信雅他们当时压力那么大，还要来承受老师的压力，这个老师背后也有压力的。初期老行郎转做工厂，确实造成那项重大嘅麻烦。不过无马前有当上创业嘅2、3年，想做得按用那点下去，先做起占地为王嘅學校小巴王。因为这边就是半开放空间，然后所以说热的时候很热，然后冷的时候很冷。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席就是又很注重温度，比较热或比较冷的时候的那个做的东西的品质会比较不好这样子，然后就又被蚊子咬什么之类的。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包装要出货好的那些箱子，那一天下午就会刮大风跟大雨，可能已经好几箱一摞堆在这里，然后本来放在床边，然后雨就开始下，我们就开始挪。然后就是会一直挪来挪去，因为2边都会有雨飘进来。对啊，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刚好。对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还 OK 这样子，对，是蛮有趣的，对。做得小小的工业了事情，表示佢哋有創業者正向嘅態度。不過，這樣是獨到嘅困難，是唔單止係環境嘅問題，還有學藝術創作嘅佢哋，使到痛苦有名無中嘅苦，就係錢一件事情。故說負責財務嘅事宜，是做得乖乖地到學校上課，一邊開始學，一邊開始趕事咧。一開始最辛苦的時候是算錢。就是一個公司應該有現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然後要有什麼什麼表，然後還有以及像損益表，它的營業項目到底是哪一些，那毛利淨利到底怎麼算，然後稅前稅後，以及你算了之後要怎麼看。所以當時就是老師們就會介紹這種什麼小明拿了100塊現金成立了一家公司，當舉例這樣子，在開始悟之前完全不曉得這些是什麼一回事，真的是有種瞎子摸象的感覺吧。就是你知道那個表長這樣，但你自己實際要登記這些表的項目的時候，到底要怎麼登記？就是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是整個人狀態都是非常非常焦慮的。其實要做研發的時候，那個費用還蠻多的。那我們自己可能暫時先不領薪水還好。但是光是公司的開銷就會一直慢慢的消耗，這樣，所以當時我很積極的先就是一直在找通路。那一開始談通路的時候就很蠢吧，就是真的聽不懂通路說他在說6/4分的時候是誰6誰4，就我聽不懂。然後又過了好像半年多，我們才知道原來跟通路可以談抽成這樣子。就我們以前都是別人說要抽多少，我們就哦好。現在想起來蠻蠢的吧，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慢慢的有一點搞懂，說到底要怎麼做。剛開始乜嘢都唔知，是嚟動到嘅開，就轉做教學了學經驗。不過是以一種啱啱嘅方法，咩多多嘅呈出嚟商業市場嘅遊戲規則。係那反而係比2015年8月聽見新朋友離散嘅加入。你總算有機會離開行龍創作嘅你嘞。原本上一間公司其實是最近蠻夯的一個題材，叫3D 列印的公司，然後在那邊主要是負責做自己的品牌，然後
雾这边的 partner 是就认识很久的新雅嘛，一直以来都是想要做台湾的自己的品牌，然后后来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既然又是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去，就是可以好好的去实践自己想要进台湾品牌的这个梦想，所以就没有考虑太多，就转过来这样子。阿公，哦，你刚刚骑车来吗？好，骑得快。小心走哦，阿公，你看这边，好像是这样子，各间不错啦，真的蛮通风的啊。空间算起来光线也好了，通风也好了，历史的建物呢，这块木的，当时的块木呢，是哦。现在这个很值钱呢，当时窗框这些也都是块木啊。对啊，这个都是块木。我20岁建这个房子了，今年已经63年了。当时这边这个地带全部都是农田呐。新建房子第一栋，所以说邻居说我秀朗改了第一栋房子啊，对，做纪念。然后就是去年他们说有机会说要创业，然后就好了，你去设计啊，全部打掉，改装，现在这个气象也是不错啦，新气象不一样。一间有63年历史嘅老屋嘅，係宜山阿公買嘅體驗屋。底下旭太嚟奶嘅還有孫嘅，有同村嘅感情。一下佢就完全不用數本孫五來去拼事業，本五有嚟正經嘅家。一3個細妹嘅為到生錢，乜嘢都自家來，故所就用嚟36年嘅時間，工作室將有一下嘅用嘅。因為年輕人現在創業啊。我就給他們那個省這個經費了，我不給他拿租金了，捐給他們去創業了。謝謝阿公支持，覺得很感謝啊，就真的是在我們壓力上，就是真的幫忙很多，不然其實房租，然後就是整個裝修這些都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會啊，會擔心說會倒掉啊，那。你們要是沒有做下去啊，那是可惜啊，也是很擔心的。但是還好了，現在已經看起來已經上了軌道了。希望他們努力，大家合作啊，團結啊，他們的團隊精神啊，應該是很好的，能夠有目標的、有前途的。有了自家嘅家，負責製作設計嘅新雅，未夾出嚟自家嘅創作小空間。雖然搶有一片客家。不過同學校嘅行路嚟比，也已經係當幸福嘅事情咧。因為錫的熔點很低，所以其實用一般家裡的瓦斯爐就可以把它融化。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單口爐去做融化動作，這樣就很傳統，像老師那樣，就是用單口爐去調整它的溫度。所以我們必須要靠着就是火開大開小，跟我們加新的料去控制它那個鍋子裡面的溫度。因為錫過熱的時候，就是它灌下去的時候，它會有瑕疵，所以我們一定要在某個特定的溫度再灌膜，它才會看起來比較漂亮。這樣子，我們曾經有借過那個紅外線鐳射槍，但是因為可能是因為錫融化的時候，它是呈現一個全反射的狀態，所以紅外線鐳射槍沒辦法判斷它的溫度。對，所以就是必須要靠感覺這樣子。對。錫嘅用電差唔多啲600度，故所一太錫嘅金屬反射看起來當平輕，其實啲背真危險。新雅根本要做嘅係錫盤，不過就像佢講嘅，溫度嘅狀況要咁講，創作沒有感覺，日本大白製作嘅過程都有可能會有變數。我們剛開始接觸這個材料的時候，其實蠻像在做科學實驗的，就是好不容易買到那個原料，然後就很興奮，一直試各種不同的材料，然後我們還把錫丟到水裡面，這樣，然後後來才發現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水會炸開，因為錫就是高溫，然後所以水會一瞬間變成水蒸氣這樣子。然後剛開始做的時候失敗率非常高，就是要麼就是盤子會厚薄不夠平均，所以就是失敗。像這個也不行。就會有孔洞，或者是說它表面的分布很不均勻，然後紋路很不清楚這樣子。那一開始其實我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就是我不知道是模具的溫度的問題這樣子。然後曾經有一次，就是我一整個月都沒有辦法灌成功任何一片，然後後來才搞清楚啊，原來是因為太冷了。
对，就是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就是摸索了一阵子，所以才有办法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子。对做唔错当中去寻到适合嘅做法，那本舞一步一步行上嘅轨道。一段时间团队出现了一件轻急嘅事情，就係積極想出係哪有市場是求新嘅下肢新產品。可能會先討論有一個大概的，然後畫完就會大家看一下，然後覺得有沒有感覺，然後沒感覺就繼續畫，對。所以有時候就是你會發現你就想不出什麼新的東西的時候，然後想出來的時候他們就覺得不夠好，這樣子，大家覺得不夠好，因為想出來的東西是被他們打槍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痛苦，對。我是不太晓得他有没有不喜欢看，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他旁边画的时候看过。对，也没有啊。他们来看我，可能就会开始跟他们讲解，就是说我现在画什么，然后就是停止画什么这样。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我想画上次画那个烟灰缸，觉得很酷炫。对啊，通常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会就是开始随便拉塞，然后就讲，然后越讲越认真，越讲越认真，然后就做了这样子，一个自然而然的感觉。对。那这可以提一下，我们之间有那个工作的 LINE 群组，就是有分门类别的，就是但是都同样批人，非常多个 LINE 太可怕了。然后每个群组里面讨论不同的事情这样子。行政文件、粉丝团文章收集、视觉文宣、募资影片、薪资分享、习气制作，然后搜狗圣诞市集跟新品贵宾体验会。然后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有一个 LINE 群组叫做薪资分享，就是各式各样看到就是觉得很有趣的，不管是设计的还是行销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只要觉得这对我们有帮助，然后有好玩的，然后就全部都贴在那里面，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讨论。33人就設了19個群組，做得看得出來，佢哋有同時做溝通，還有對信息嘅掌握很有夾。不過新產品嘅構想，三毛槍來嘅信息做得按夾出現，點都係經過了幾百年嘅時間去體現、去淘汰，讓清出來方向。我們那時候就是整個草圖，如果是以算概念來說，我們就是畫了500-600個概念吧，然後再從中慢慢篩出比較適合的品項，然後我們再去做同一個品項，但是不同造型的發想，然後再篩選出最適合我們覺得最漂亮的這樣子。對，然後就是我們那時候其實都有堅持有打樣，就是因為我們需要去測試說，假設你這東西放在瓶口，然後你紅酒倒進去，它的效果這樣子。像這個效果很不錯，但是它的製程就有問題，這樣子，因為它太厚，洗的東西不能實心的這麼厚，對，它會有很多瑕疵。然後再它就是改良變它比較扁這樣子，但是後來也做不出來，因為這還是太厚。像這個是我那時候想說，這它還可以卡在杯緣這樣子，對，對，然後但後來沒有採用啊，對。其實可能最想要做的是像這樣子的形狀，後來就是測試的時候發現，就是它不會讓紅酒在這上面有停留，對，所以這個造型，這個陀螺形的系列就被我們淘汰這樣子。叫清雅修改的時候，就是露出一種對他很不好意思，但是還是覺得這個有點不太好。就是我覺得我們3個人都是很重視這一次新品的一個發布跟研發的過程，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很理性的討論說，覺得這個好在哪裡，不好在哪裡，大家公開討論之後，最後再一起做出決議啊，覺得這個過程是還蠻重要的，然後也還蠻順利的。咋講樣嘅有創意嘅設計，還會收到材料嘅限制，還係愛提供接受團隊嘅建議，整理出大家親民嘅想法。一幾百年就係見重新來過嘅過程。呢本設計主圖新產品設計嘅新亞，對創業一件事情有了新的體會。因為自己創業就是不會有人要求你，然後你做多少就是多少這樣子，所以如果你不會對自己有更高標準要求的話，那你可能東西就是會停留在某水準。然後你要不要創業這件事情，跟你到底對你現在創業這個業，你有多少的
要说热情或执着嘛，因为其实有时候热情也不够，就是你要很执着，就是你就会觉得说，这真的是你自己想要做的，而不是说我因为我想要赚100万，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创业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赚钱的，对，然后你可能很累，对，但是真正你获得就是那些能力，你自己能力的提升，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决定，然后有什么闪失就是要自己负责，因为这是你做的决定这样子。对，然后事情就是不会有做完的一天。无前查创业就会对人都一个过程，唔但唱有做唔同嘅事情，还能有解决唔同嘅问题。就像嘅募资期限高提一半嘞，目到嘅金额成长才越来越慢。遇到解决一个问题，3年未解决真到有神中心，一百门有创新管理专长嘅郭天奎先生。嘿 ，Hello， 最近进度怎么样？嘿，这看起来有一种很想喝酒的 feel。对，那一天的那个发表会的反应怎么样？那一天高粱表现太突出。对，就是因为刚好那只高粱是呛辣出名的，所以。我觉得过去很多人怎么用习气这件事情，当然你可以在你们的文学里面写到，为什么习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让他觉得，这真的是其来有自，而不是什么杰克太神奇了。然后对，一般如果已经比较常在喝酒的人，其实家里都会有这些器皿，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个单独卖这个的东西。还有像这个啊，因为我们一般用完其实习惯会拿起来，直接放桌上或放其他地方也是有点怪怪的。也不要设计一个小碟子或是什么一个可以 hold 住它的东西，搞不好看哪一种木头可以试看看。那就这个 business 来说，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竟然可以到后面可以做到这种纯酒系，可以帮助酒的品尝能够更有风味，更上一层楼。甚至这个东西在历史上还是有一些根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个方向的东西就有极大的卖点。那这个其实才是应该是文创要推广，还有一个很深的底蕴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只是在告诉你这个议题好，这个产品好，但不代表你市场就一定能够操作得非常成功。所以定价的部分，我觉得，因为单纯在过去来说，席本身，可能一般人对席的价位不是那么清楚，那还会牵扯到要手工加工的地方，它有它的难处，是价格会下不来。但是它怎么样去凸显这个价值，或者是它要利用不同的搭配方式，比方说你会有一个块木的一个座放在一起的时候，用一个假象的东西来取代它这边的成本，就变成是你要有一个复合式的销售，可能会比较容易操作。郭先生明确讲出来，5个新品天初会行国家思维独到的问题，不过佢提供嘅建议，每本团队尋到嘅方向，仍是迄個木質產品嘅家私組合，還有搭配嘅方式，希望做第個禮拜提高木質嘅經驗。一個時節，負責對外打合嘅司儀還有醫生，未開始去開發無共用200嘅人客。喂，你好，請問林才佑先生在嗎？我這邊是烏 Collective， 我有跟他約明天要到你們那邊跟他碰面。好好，那就明天見嘍。好，拜拜。嘿 ，Hello， 嗨，你們好。嗨，你好。是霧的宜山。宜山你好。你好，我是思雨。思雨 ，Hello， 嗨，你好，可以直接叫我 Right 就可以了。好。司儀還有宜山來拜訪嘅係以品酒為主嘅 Wine Bar， 頭家 Right 是到法國學習葡萄酒，未係葡萄酒嘅公司。根本嘅免費就係希望做得到5嘅新產品，推廣到一啲正經專業嘅品酒人士2倍。因為我們其實本來就比較少接觸這種比較專業的品酒人士，然後就想說可以透過這個機會，然後多收集一些這種專業人士的實用的意見，說不定之後可以變成是一個通路的合作這樣。因為我覺得他們既然常常辦餐酒會，或許我們在透過他再更深入了解之後，說不定合作是可以更不一樣吧。我必須誠實說，我們並不是因為是酒的專家，所以做純酒器。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去跟台灣傳統的席的老師傅學。所以席是台灣的舊文化裡面有的。對，但是它已經失傳非常久了。這樣子。因為像日本他們的席文化是被保存得比較好，
所以像现在日本在喝清酒的时候，有某一个派别他们是习惯用洗杯来喝清酒。哦，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因为洗让清酒变得更好喝，这样就对了。像因为以专业的那个清酒利酒师他们来说，他们会讲说，用洗杯装清酒，从第1分钟喝到第20分钟，它的口感都会慢慢的改变，它会变比较浓稠跟圆滑。所以像你们自己也有用葡萄酒去试过，但是我想问的是说，因为刚好说可以让酒变成比较柔顺，可能是指的是单宁的部分，那是对于红酒，但是白酒的话呢？白葡萄酒的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比较少问到。OK。对，那其实我们是在想说，或许我们就是留一支酒针在这边，好啊。然后如果你这边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看。我们想要试试看，对。甚至有时候也想给客人去玩一下盲饮，然后跟客人说，哎，你开的是同一瓶哦，但是这2杯为什么会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让他们去猜猜看。对，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蛮有趣的。好啊。其实刚刚听他们讲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还没有去试过，那如果说真的可以让葡萄酒变好喝，让 whisky 变好喝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那如果说可以有一些客制化，比如说它的手柄的部分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刻上我的名字，那觉得哎，这是专属我的，刻上我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应该是非常有市场。虽然产品得到调价嘅肯定，没谈到当多省油嘅建议，不过品酒也得试错，限期嘅时间去证明，冇办法天天就摸到资金。故所司仪又想到调价嘅资源，係講做得成功，可能對木子岩時就做得看得到效果了。你今天怎么会来？就是想要来跟你讨论那个讲座的事情。你今天怎么会来？就是想要来跟你讨论那个讲座的事情。哦，这边是我以前上班的黄金种子，那这位是新奇，就是我的好同事跟好朋友，应该会说是那个同甘共苦的，同甘共苦的。老同事跟好朋友，对，应该是说从青田76筹划，然后一直到后来一起工作，其实我会觉得有他在身边还蛮有安全感的。所以那时候他说他要走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他讲过，其实内心是我其实听到，对，其实内心有一点失落，然后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但是就是你也开不了口跟他说你不要离开，因为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你在旁边听人家称赞你很害羞哈。其实我觉得他是有勇气的，因为你看我们的环境这几年下来，其实公司算是很上轨道、很稳定了，所以其实他大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工作，然后每个月他不用去担心钱从哪里来，老板会发薪水给他，而且薪水还不错，对，而且薪水还不错，这是重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要有一点勇气，应该说要有很多的勇气，而且他还要舍得，要舍得才行啊。他如果不舍得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后来悟这些事情。看得出来，司仪受到调摆公司充实的长处，相对表现出来佢对一下创业的决心。不过，根本的重点是唔係來打最久的哦，是係希望做得到前頭家經營嘅古蹟傳統地位，期盼5嘅新品分享會，按你嘅要求，係唔係做得成功呢？他們現在就是有辦很多的分享會，那所以剛好我覺得青田76也蠻適合這個場地，適合他們來辦分享會，所以我跟他約6月份來辦一場分享會。順利得到同意，5嘅新品分享會為東甲第一間超過80年嘅傳統地位正式開始咧。透過前同事上網宣傳，竟然現場來嘅人有樣唔會少哦。好，那我們就歡迎賴思雨小姐跟她的團隊，謝謝。那我们的品牌是叫做雾，那雾这个音有点像是一个惊叹词的意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创造的产品可以为生活带来许多惊喜，这样子。
使以低消嘅同時，傳出嘅成員免價格提供各類茶酒，供現場嘅人來試飲，因為消費者親身嘅感受，就係親食材嘅證明。結果就像所期待本大家嘅新感覺同樣，鼓手300人未開始，唔敢冇聽頭，就開始啲白種人期盼一種體驗不同，一種大變嘅結果，做親反映啲舒適項。啲木子嘅第43年，今日就超過了100萬元嘅目標，韓國有隻本人歡喜嘅成果，對佢哋嚟講，像係合格天天，還係希望做哋尋出新嘅方法，繼續提高木子嘅目標。Hello， 耶！今天很熱哦，超級熱。那你们今天怎麼來？騎車。哦，騎超遠。那你們現在準備的怎麼樣？我們材料都準備好了，然後上次給你看那個新的包材，sample 都寄過來了，待會我們可以一起試試看，看效果怎麼樣。好啊，太好了。日間喺台北內湖嘅傳堂，係一群平均年齡冇到25歲嘅後生人，用法式手法搭配台灣食材嚟做嘅創意料理私廚。咩係期望到哋繼續提高木子今日嘅秘密武器。原來有兩隻都係新創品牌嘅團隊，決定共同合作推出賣嘅新產品，就免費送手工巧克力嘅促銷方案。我們這次因為在木之的關係，所以特地邀請他們幫我們設計了3款，就是搭酒的巧克力。我們設計了3款巧克力，一款是搭紅酒，一款是搭清酒，一款是搭威士忌的。對。那紅酒部分我們裹上堅果，因為堅果跟蝴蝶巧克力其實跟紅酒都很搭配的。嗯。那清酒的部分的話，我們是設計一款就是白巧克力，然後裡面我們有放芒果，然後外面我們再裹上就抹茶粉這樣子。嗯。那這樣其實它就是可以帶出那個清酒的那個米的香氣。那威士忌的部分，我們是用就是78的黑巧克力，因為威士忌其實喝起來有些會有煙燻的香氣，那再用一點煙燻源去把它勾勒出來，其實會更香甜。那這就是我們這次就是因應你們的要求，幫你們設計的巧克力。謝謝，看起來都超好吃的。第一次看到手工巧克力的制作，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法師的幫我們這樣從頭到尾制作的過程，然後覺得非常的精彩，然後覺得自己很榮幸可以跟他們合作，這樣很開心。其實一擺無窮行業嘅結盟，請特地拿出來講嘅，就是合作對象搶數材料費，其他嘅做親係上天嘅，本嘅團隊都當通下一種相互體諒嘅創業情感。韓國加上一隻促銷方案過後，就會結束嘅木子，真見一下就過出動多咧。就是那時候每一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上 Flying V， 看現在到底募了多少錢，有多少人贊助你們，然後每天早上就會開始在那邊又哭又笑，就會好棒，超棒的，然後又多了100個，300顆，對，300顆，對，我們每天都在算要多做幾顆，可是又很為他們開心，因為光那個禮拜就充了100多萬，就是每一天都有好幾十一直去增加。我看到之後就會敲1三說恭喜，然後一哭，就是又為他每天都又哭又笑。對，然後我接下來就去通知他們說，就是可能盒數要增加，因為一開始我們設定是500盒，對，現在已經到1000多盒，已經1倍以上的那個量，對。超過期望嘅效果，本團隊總算做得表揚氣氛下，無數對木子結束嘅前一日，先決定帶電大家好好地表強鬆，每調整好心情來迎接7年嘅木子成果。新雅想個對胡啊！木子期間，居然都無限汽車，本300人肩頭當行嘅壓力，就像鋼彈鐵同人同樣。當無簡單，爭到得到戶外來表鬆心情，其實行差。老天公撒好點點嘅落起大雨，鼓手也300人將手加也從意，未留一段時間，受到嘅委屈壓力，總下落佢釋放出來。就是說我們抄襲吧，對啊，就覺得好像有一點挫折，因為想說我們努力那麼久，然後怎麼會有人這樣講呢？對，就覺得好像那個努力被那個否定的感覺嘛。因為你要抄襲，你就是等於是你也不用努力，就是人家做什麼就跟着做什麼這樣子，就是抄襲。
就是会讲的人，可能是真的很不了解我们在干嘛吧。真的是没有从商经验的人才会说我们是，才会对我们有这样子的误会啊。就是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心想要copy的话，我们就不会做这个了，疯了。对啊。有样哦，创业一条路行，搭种封面嘅花都会有，就像半路烂餐、独到落体一样，只要相信自家，对得起自家嘅良心。汉卡唔是讲，天天还有一集，汉那创业嘅大事情，天天去开奖咧。募资计划到底可以冲到多少趴呢？对啊，每天都很像在看那个运彩开奖哦。募资计划10%。有信心当然係好事，不過1000%嘅期望值，自然係提高咧。佢足足2個月辛苦嘅募資發通，親密嘅經驗，算來有幾多呢？總金額是3032488元，对，就是成果还比我们想象还好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冷静，我们自己真的超冷静的，就是我们还是会期待那个数字继续往上，对，但就是没有到一种打电话告诉亲朋好友说破多少钱，好开心哦，对，亲朋好友都比我们快知道。对，他们都比我们常刷那个页面。我们现在已经取得有一部分的成果，虽然说还没有到真正的成功，但是就觉得应该说，我们把我们真的自己觉得很好或是很棒的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蛮多人会认同我们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继续这样做，其实蛮有趣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未来究竟可以走到什么样的程度，但目前为止都还觉得是还蛮有发展性，还蛮想试试看的。超過300班嘅募資經驗，本5嘅創業之路，未順時對來到一個階段。不過未來安樣嘅對1行到100，天初會有很多嘅挑戰，等等見到去解決。不過就像小亞講嘅，創業係實踐，係要挑戰自家嘅過程。安樣嘅影響所有所有嘅過程，未係見到一條創業之路，係那創業嘅挑戰。